上个早朝，不是让朕治华华的罪，就是让朕原谅华华。我大业一朝，难道就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了吗？托陛下的福，大业国泰民安，百姓安居乐业啊！大长公主求见。怎么又来了？姑母，您怎么来了？老身罪该万死，请陛下降罪。姑母，万万使不得，您站起来说话。老身疏于管教，造成大业朝堂纷扰不断，请陛下马上赐死老身。哎呦，姑母，您可千万不能说这种荒唐话，朕可不能没有姑母。老身再有不舍，也不能为难陛下呀。怪只怪夫君走得早，老身疏于对膝下子女的管教，几次三番给陛下添乱。姑母，您就听朕一句，这件事无论华华是非对错，朕最在乎的是我们之间的感情。陛下论情，可外头的人是论理呀。华华当街鞭打朝廷命官，就是对陛下的不敬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呀！姑母言重了，华华是朕看着他从小长大的，朕对他一直疼爱有加。华华有什么新奇好玩的，都会想着拿过来给朕看。要说华华对朕有一丝不敬，朕绝对不信。华华有陛下如此疼爱，真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这件事，就由朕来处置。姑母，您就放心吧。那就拜托陛下了。您怎么又来了？姑母慢走。什么时候还有心情敷脸？打都打了，该怎样就怎样，就算受罚也要美美的。这个是你说的？那个天牢又黑又闷，伙食差也就算了，吃喝拉撒全都在里面，还有你最爱的衣服首饰也都不能带进去。你确定你能忍受？皇上向来疼爱我，不会把我关到天牢的，顶多呀，也就让我不能出门吧。放心吧。你心也太大了吧？不是，君心似海，圣心难测，凶吉难料。圣旨到，请班香君接旨。班香君在。哟，您这脸上是？回公公，这是黄瓜片，敷在脸上啊，可以美容的。哦，是吗？效果怎么样？极好。快给我说说。哎，先说正事儿吧。等晚些时候啊，我派人给公公送一下。那就先谢过班香君了。班香君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玉贪权骗婚，罢黜官职，削去功名，永不录用。班香君坦率仗义，蕙质兰心，替天行道，建树有功，特封为郡君，10亿700户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恭喜了，郡君，咱家先告辞了。蕙质兰心，哼，你指着大人，哎呀，他睁眼说瞎话的本事真是越发炉火纯青。继续。